10%，CH 改 TS 袂人知影嘛吼。ENG 改 ING 圣经读做圣经咯，嘿EK 改 IK 改10%，就讲叫做台湾罗马拼音方案，叫台罗教育部的啦吼，嘿。但是即摆交代就是讲，即个两个系统完全共款，哦，所以即个输入法，你要拍教育部的入去，也是拍地位是教育罗马字入去，你主要你的输出设定的位啊，哦，输出你甲改地位是还是迄个台湾罗马字的教育部的，迄当时因为开始开发的时阵。迄当时教育无讲真重视这，所以教育外人较强。伊讲台湾就 default， 所以你还未设定的时阵，伊会出来就是迄个教育部的，吼。遮济牧师曾阵来了讲好拄着我就甲进来，讲我是安怎拍，乌搁一点拢拍出来，拢乌就对啦。我这条子写了遮足水的，你甲拍这个变做2箍，煞无条子去，我一看这歹话。我讲你敢有读说明书？无我等你来。我讲好你就甲转过来吼。唔好安尼啦咱说明书少读的，就这个输入法我有 email 叫这出版来讲来，请大家先安装了输入法的说明书，先看卖下咧。即摆来讲唔得较清楚，袂人讲我来听倒好听迄个效果较无遐好啦。已经装好的人请举手，迄个输入法。OK， 好你再来装哇，就是你要再来装的。但是本来好，哇，真好看，有用过请举手，一个咧吼，所以即摆选你做班长吼，你是班嘿，我希望会晓的，甲袂晓的，我即个人我都吸收较济，你教我的人就感觉讲，林准了教你有效，你会叫我去教，遮济人拢教咧，就变做家己的，无要教，无要甲别人分享，毋是讲教啦，无要甲别人分享，我是足好笑的啦吼。你若有分享的人生，你会足快乐人讲我今年29岁还有即个活力我最感谢就是讲我有即个学足济有一个 DAIDI 台语，FHL 就是信奉爱 ，Face of Love，.net， 安尼入去了，伊就会走即个出来你出来了，咱的入门有3个上下骹迄个导游版以前无 Uniqlo 拢会乱码，所以迄个已经是历史的物件，所以我老早也是要大家知影即个物件所以就讲照你的需要去选，你是要用教会白话字来看，教会罗马字来读，还是要用教育部的台罗拼音来读，你会使选啦迄个有迄个即摆少年的已经做。有受台罗教育部的人已经去做接触伊讲我要输会，你太太入去拢是迄个教会罗马字，太无用教育部的。我讲你敢有详细读？阮一个拜到详细读你要看遮到遮清楚，照你的需要点选你若要教育部就点去读，所有的物件拢会改教育部的迄个系统互你读啦咱因为我习惯这过来就是讲你爱装台语 Uniqlo。你嘛无台语 Uniqlo 的字这 Uniqlo 就是袂乱码世界有一个共同叫做万国码咱台语 Uniqlo 是为着台语设计，所以咧乌过一点到正确的位你若别个语言，因为伊规定，你若要新的字形出来，所有内底 Uniqlo 一定要做，有甲你做，迄个条件来先是倒去即摆在写作方面请你袂水，所以你若要水。请你装台语 Uniqlo， 你点落了你的字形就会当甲登录落来，你的电脑装落会晓甲袂晓的这毋是讲介困难。尤其新的电脑，你登录落来了，伊叫做 TWU 啦，迄个字形，你甲右键 right click 电脑的是右键，就是要选功能啦。右键恁听有啦选你啥物功能，功能伊内底随一个讲，你要安装是迄个就好。以前的方法是阮内底点变到有擦你若新的电脑一般拢有即个功能Firefox 就是较有支援 Uniqlo， 所以迄个软体问题较无。你别个IE 也是 Google Chrome， 你别你拄着讲伊有乱码，你看起伊有四角勾仔，你去甲网络面顶字形的位去甲改做
Unicode， 只要有一个吼，这内底有一个字形，哦，啊你甲改台语 Unicode， 哦，安尼就会使，啊伊个字就会足水出来互你读哦。啊啦Firefox， 恢复过，迄是有支援 Unicode 的报纸牌。OK， 咱入来了，伊这有足侪物件啦吼。即抓中即抓出来是台语的工具啦，啊一寡影音教学，吼，即个教学咱会使去读看即个哦。影音，导要伫教学遐，较下骹有一个教学，有一个信望的有无？输入法，即个有一个教学即个所在，哦，即种千几人看，2000几人看吼。为下载、安装啊输入的要领，哦，拍一个要领，啊，搁来，咱即个输入法上强的功能就是自定输库。你播英语拍无就是无法度的。啊，你即马拍无的字，你家己会当定你个人要来输库，啊以后拍就有啊吼。只要一个自定输库啦吼，啊输入法，哦，这个做 Ruby 吼。Ruby 就是汉字缅甸加罗马字吼，我只要这圣经开始拢汉字缅甸有罗马字，所以你咧读足方便啦吼。我这互大家去看者吼，啊，迄个踮你爱我有甲一本我早等于你讲。所以这缅甸这个叫做迄个 Ruby 要安怎去处理啦吼。啊，即马播啊字文拢是字拍，啊，咱即马是有一个工具，规本圣经甲放落，规个拢转过来安尼吼。啊，迄个输入咱爱去定啦。啊，过来有用迄个 Apple 电脑 Apple Mac 的电脑吼，即个就是 Mac 电脑的说明啦，哦，内底有遐说明。像讲咱来看即个第一个安装吼，伊这有一个叫做网络即时播放，普通 PowerPoint 你就要下载落来你的电脑，才我甲你看嘛。我分两种啦，啊，袂人要下载时间来补嘛。啊，所以你若要随时播，你就创面顶这个哦。使用教学单元1处理法安装方法。第一步，请去台语信望爱网站去登录汉语版或者是英文版的处理法软体进行安装。第二步，拍开安装包。安装包拍开了，有可能会需要透过网络来安装 Windows Net Framework 比较快。要旧的哦，即摆新的免哦。安装包会可以自动来安装，请你着照指示一直点选后一步就会安装完成啊。第三步就是安装成功了的。请你注意点，后一个这个安装包的 CH 功，最后一步安装了爱注意的事项，请你去 Word 内底，为 Word 顶面的格式，你去利用了，你会看到一个英文利用的设定，请你改做台语 Unicode， 了后再个是预设值。这个选项甲利用的预设值确定做台语 Unicode， 安尼拍字的时阵才袂有乱码。第三步，安装成功了后咧，就要注意，以这个语言的 CH， 请你选择 CH 中文这个选项，选择了后咧，是这个处理法，你就要发现内底有一个 FHL 台语 IME 这个处理法。安尼就表示你已经安装成功啊。OK。最后一步，安装了后爱。这甲迄个习惯哦，你面顶拢会当控制，啊，你要搁看头前嘛会使，你着搁试改尔吼。这好诶，这个软体，因为咱台语咱有汉字有罗马字，所以汉字爱考迄个注音的输出法也爱输考啦。哦，啊，所以咱会挂伫波的下骹。啊，莫阁说足低咯，啊，看到咱汉字就讲你这是新式名字，啊，伊就无要插你英文的啥物 Unicode 啊，啊，所以你来无迄个
无小啊甲骗一个吼，伊会要甲怪就对啦。所以恁安装了后，有一个荷兰文有无？迄个模要开掉的，迄就是咱要骗买个数个电脑。哦，咱是当装迄个英文版的，装迄个 touch， 哎，自然伊就袂走去呀。我知伊这自动就走去搭去啊，这个装的，我意思讲你模叫它开掉啦。哦，但是愈来吼，伊愈改是无一定骗得过吼。这就伊啊，你一直改一直改哦，即个就是讲，你若骗袂过，只好就甲全选，甲改台语 Unicode， 出来足水。OK， 安装到了有问题无？哦，恁等于家己摸。处理法 FHL 台语 IME 使用教学单元2处理法设定要领2.1你系设定，因为 Microsoft 做系统的限制 ，FHL 台语 IME 是互当做繁体中文处理法的其中之一。所以大声，请你切换到繁体中文语系，也就是这个语言咧，请你选择 CH 这个选项了后诶，你只用 keyboard 顶面 Ctrl 加 Shift， 或者是有诶电脑是 Ctrl 加 Alt 来切换到 FHL 台语 IME 这个处理法。你嘛会使试这个选项。试落，伊就会走出几个处理法，互你选择，请你选择 FHL 台语 IME 这个处理法，点落就会使使用啊。2.2专栏语系设定，伫你选 FHL 台语文处理法了后，伊会出现一大工具列，伫工具列顶面呢。伊有色的处理法是汉罗处理法，你嘛会使试即个选项的，去选择你是咧汉罗处理法，还是全罗处理法，会使互你凊彩自由选择来使用。若是你选择汉罗处理法的，因为即个处理法是挂伫繁体中文的面，所以一开始选择的 CH。对汉罗处理法走出来的字咧是袂产生影响，但是你若是要使用全罗处理法咧，你就要必须去改变这个 CH 的字。现在哦，这较旧的版本哦，其实是第一个这组内底是你选台语甲客语啦。哦，咱看卖这个下骹只哦，毋知看会到这个所在。哦，主要是要互你选台语甲客语哦。客语的需求啊，共阮会使用这个方法。而且哦，即摆伊咧讲的就是即抓，哦，你这是台语甲客语啦，哦，伊甲伊讲全罗较汉，全罗甲汉罗设定伫遮啦 ，OK， 这个设定足重要哦。你一个开始的时阵，第一就是讲，你要拍汉字为主的时阵，哦，选汉字的时阵，你甲放到头前，哦，你若点即个了，拍汉字的时阵，互你选的时阵，汉字会先出来。后壁挂有只罗马字，所以你要汉字要罗马字，互你迄当时就当选。但是你要拍后壁罗马字，就爱起一个Shift，再去起选个字啦。你要拍全罗马字的时，就是即个，哦，即个就是讲罗马字会倒头前，汉字倒后壁。你讲我即字要汉字的时，我就爱起Shift，再去选字安尼啦。下骹即个选罗模式，这上新的哦，这点落了哦，咱汉字就讲即摆相连到位，拄则讲你出第一字 SLKH 相连到位就出来，迄汉字嘛吼。即摆你要罗马字，你若有交即个时阵，相连到位罗马字嘛会加拍4字就出来，毋免一字一字都要拍，还有前奏，即个设定是安尼，吼。过来就是讲，你的输出，你即摆输入要拍去叫输入啦 ，input 吼。你输入不管你拍9个罗马字，还是拍95个罗马字，拢相像。哦，这电脑足巧的，这拢跳。因为我一直讲有啦懵起来，所以知影要这个解决的问题，拢会解决。所以你95个人要拍，
哦，咱迄个教会是 OU 嘛吼，一点 OU 嘛，啊教育部是 OO 嘛，所以你拍 OU、OO 出来都同款。啊，这出来你家己爱选，你是要爱白话字，哦，你就选下较白话字。啊，若要台罗，教育部就选即个台罗。啊，因为迄当时台罗较强，所以大家要求 default 就叫预定啦。预定就甲你设好的时阵，就是设定台罗。电脑你装好了后，就是台罗。你会记你了要拍教的罗马字，一定要去设定位啊，甲改倒转来白话字。哦。啊，若无就是属迄个牧师啊，咱一定要等我定来时啊，老我还无讲点袂出来吼。啊，从即个教育部，伊有尊重教会罗马字，所以咱来学我一点。啊，迄个皮康音教育部是拍 NN 嘛，哦，NN 田纳西的时阵教授咧去天气啊，所以讲即两个伊有尊重，所以你嘛要伊叫做。我做三番罗马字，迄个调符白话字的，迄个调符 OO 甲 NN， 你要播，伊叫做传统版啦，即个有一个名，哦，台罗有两种版本，一种叫间接版，啊，一种叫传统版，哦，迄个传统版就是教的罗马字 OO 一点，啊，甲其他用 NN 啦。你要拍迄个时，嘛会使安尼，哦，台罗无一定要照乌安尼哦，才歹看诶。哦，咱白话字即个，因为来到这时间关，我做一个讲啦，即个设定哦，本来就是编自定书库，伊分台语甲客语哦。自定书库就是讲你定利用咧，若是拍无诶，你就要去拍咧。哦，即我拍上帝是 SD 就上帝，耶稣 IS 耶稣啊，吼，咱看卖哦。啊，下骹是即个选字汤，哦，咱年纪愈来愈大，会老花眼哦，你哪会记哩吼？莫讲咱这方面你无利用，即个选字汤是会当来放足大个，放到70字，哦，就你要选字，啊，不，较重嘛是较细字个啦，啊，咱会当照你的需要，就放大，啊，过来字个会当照你的需要，会细字字甲才歹看，我来解字好看。即个所在，你着选即个选定字形。哦，啊，这字形你会当选，哦，啊，过来你要创出迄啥嘛？过来就是大小，会使选，哦，我感觉20就已经差不多啊，哦，啊，你选好了，你会去甲确定哦 ，OK，啊，下骹是创迄个鲁豫即个哦，迄个较大个功夫，可能爱一两点钟来讲啊，有想要学的人哦，啊，介绍来哦，来拍汉字好选嘛哦。伊会直直跳，你啊甲教迄个，上好是教迄个。啊，有诶若是我固定，我要去倒位，去倒位，去甲会调，去选，较会调，你就莫教。哦，啊，若无上下骹有一个自动选字迄个哦，定拍走去你面顶安尼，愈食拍会走去上头前就对了。但是看问题就是讲，啊，我哪会知影这写音调对啊毋对？哦，过来。主要係顧到這個，主要。聲調對啊，毋對。即個思維法，嘛是你學標的字的方法。你毋知影聲調，你甲答問號，伊會甲你講。哦，咧我即就是我是哦，你你講這個，我是來用過人一定會問啦哦。你會使家己文文來鑑定啦。哦，啊，阮即個自定思考就是講，你若足濟人我來，啊，感覺講即個思考足好的時，阮以後整理的時，就是愛自己。正思考，哦，本来迄个思考10幾萬的思考，哦，阮用台语迄个台字大词典，啊，迄个田永辉教授编的遐个拢共做，遐还无共，你也做些拍袂出，啊，过来是讲这缩写方法啦，哦，缩写方法你若有创的时，则方便。啊，我即摆已经有诶，教会用语的，我是用较济，因为我伫处理圣经嘛。啊，所以教会用语也差不多拢有啊。哦，咱这来看卖哦。我即马这个自定思考哦，我连早来讲怎设定啦，就讲相连教会嘛，有无？我较紧的哦。
朱多文哦，朱多文我拍生意俩，啊你定定你拍，你就甲建立出过，你看，啊这就出来啊。这是首先拍一届过对吧？无毋是拍一届，你家己爱去定啊吼。这个是additional database， 你家己爱去照你的一定，吼。迄这数字捌出来了，总会规定考出来考这个数字。哦，你要写讲就报开始头壳内底想的台语，你就用台语拍出来。今日大家电到我就用台语讲，啊无以前拢用北家语的讲图。头壳想台语，拍北家语的讲图，华语讲图。今日面顶用华语的讲图，爱讲台语出来。你看录书的，迄种足忝，伊毋知影，伊就是讲头壳我时间足忝，因为我知影。哦，啊，所以我统计方法，你认为台湾人是安怎讲伊的台语的演讲上歹，伊讲就报是华语。哦，啊，我统计嘛要用啊，但是因就无人要用。迄个临时电台哦，知影这了，嘛叫我去甲伊讲啊，30几个，伊个经理落来去甲伊讲。我讲恁的新闻稿，我有一个软体华语市袂变台语，啊，你用台语的讲就过去讲啊。啊，听了后，我就想是迄个，你毋知你就甲是问号，有无？所有的我拢会出来啊。哦，第二，哦，这我嘛，啊，这是我嘛，第七个就是我，你就知影第二声嘛，敢毋是？哦，是啊，所以这是。哎呦，这久拢唔知。你说明书我知啦，拜托说明书就是。因为这是我个人开发出来，所以我真清楚啦。哦，啊，有人，你若有时间我就讲较深咧，啊，无时间就我讲。啊，若拄着迄个我3字数、4字数嘛，我都用啊。我讲互你看，你就是讲你大体敢会知影，毋知影无问伊，你袂使一个就要问伊。你知影意思？你袂使一个就打问号，你一定爱讲，你现在你毋知影才问伊啊。哦，啊要清楚哦，你袂使，我太问无。世界天才嘛，无得安尼啦。啊，所有台湾的甲县甲乡镇拢有，极北市嘛有，拢有已经有啊。哦，你个输过来，是讲中山北路嘛有啊，中山北路你定恁搭，有啊，这个中山北路啊。哦，我搭的地址哦，哦，这是我中学的地址嘛，你定南沙地址嘛。哦，啊从咧，啊甚至我的手机定来袂记规个话，你个手机你要创。哦，我的手机号码就落来啊。哦，第二是我台湾的啊，第三是你个手机啊。这就是你个人定定需要的，你甲建立一劳永逸，你若肯教恁囝，囝到孙孙一直传来永远会当用。迄个条件是台语要有人利用，你若无用着，伊台语写就无啊。所以。一个语言写一电脑的工具讲袂话，我无爱善后，这是我较有信心我要甲咱台语就爱叫我话起来吼，啊，这遐好的物件，啊，你着拍伫你毋知影的所在，你是讲你啥物安怎 A， 哦，你毋知影嘛，啊，你 A 毋知影嘛，哦，啊，你就是讲用安尼个，所有的字啥物话，拢会直接我拢出来啊，哦，啊，你若讲。车条你知地址，哦，伊就我，哦，啊，你毋知影我是乌还是啥的，毋知影，你就用甲问的，哦，你爱知影我，才去问你毋知影，你袂使自己答，不能问伊，哦，迄个字母一定总爱总拍，单字的时阵，哦，单字的时阵哦，就讲咱要拍台嘛 ，TAI， 哦，5安尼答出来，所有的台会出来，哦，啊你第2啊、第3啊，甲某共款，你就 next page 用台嘿，啊你就去选你要爱，所以台定定拍。啊你若伫第1句的时，毋免去试印，你直接试 space 还是 enter 就会使。有的人习惯试 space 啦 ，space 第上我拍，啊有的人爱去试 enter， 哦。这有2个功能，本来一般是拢是 enter， 啊，阮感觉讲你注意的是你拍 space 比较紧，所以你 space 嘛，一
你是。啊啦，拍转落的时阵，免哪知讲，咱家己拍声条对啊，用转落的。转落哦。免哪知讲。啊，就是你唔知，你就是你爱学啊。第一过来就查字典啦，这就是数字化内底。哦，我了解讲网络面顶有台式大书典，有家字典，吼啊有迄台话对的，台语甲华语的对的，迄个哦，你为爱学，哦，袂使讲英文就可以，我袂晓来，我袂晓来，爱学，学到真正，你就伫问的中间，你就学起来，安尼去理解，哦，莫想讲我一个就会晓，你好我思考，你会补学偌久。你若法度用伊1/10，甚至1/100的时间来学，一定比伊较紧。因为台语语言你会晓，啊是符号尔嘛，啊这符号佫是国际音标，啊较艰苦是迄个变调，啊要怎去找本调，哦，啊过来就是你嘛会当，我先讲迄个字典的哦，你会当用迄个汉字来查，即个工具的。中哦，你来讲第一个是输入法嘛吼，啊过来就是词典，这是台式大词典。日本政府伊甲台湾人要当做伊家己的国民，所以伊若尊重做母语，因的警察、因的老师来做老师，拢爱讲台语。哦，台湾来这个故事啦吼，来讲台语。迄是到尾啊，甲中国战争啊，恁台湾人就讲我祖先伫汉人出来无。所以就爱去记啦。啊，无本来是干台式大词典，即马是所有台湾语的学者认为上好的词典，有9万几个词，什么腔口拢有。啊，但是呢，伊的台语用迄个日文的腔啊写，敢若风相像。啊，伊无够，咱台语的音素足济呢，600几个呢。北京语甲日文拢到700几个，足济无的音，你就爱去做。做迄个波的时，伊就爱再记一点啊，遮来。啊，伊用卡纳来做小写，用日文的卡纳来做。吼，啊，这个我学会了，你另外甲我讲，这本是上好字典，但是台湾人无多用，尤其少年的，哦，伊袂晓，啊，就这个第一就是讲，你用日文的拼台语的迄个嘛，啊，甲改做第二字啊，我来改啊。啊，过来伊日本的改写，啊改做台语啊，啊我就空啊来甲改吼。我伫大学读3年的日语吼，啊大概早高中就到啦，啊所以有法度用迄个来甲创的。我当年你叫我教育讲2年，结果2年半，因为我较中的身体就不齐哦，才半年，我拢袂准啦，暗时啊听到吼，我袂准啦，所以2年半，我有甲完成啊。啊，完成了的时创上网哦，啊，足侪人拢欢喜到讲就是我台湾个，即带动台湾台语文的这个进步。哦，虽然伊是1933年有确有的台语，啊，但是若是拢非常参考，咱以前较毋知毋捌讲的，叫拢遐做出来就对了。这台语导词典内底，这日本人写的。就是伊的装作好啊，开足侪钱啊。伊招足侪台湾人，南北二路其他的台湾人去遐建立的。所以你迄个鹿港腔咯，逐项遐啥拢有啊，伊啊腔遐拢有啊，面顶拢有啊，但是你去学会啊，要怎记啦？遮老遮有一个范例哦，这不是对照票。OK， 伊的啊就是啊，吼，啊伊爱啊有，伊是安尼做的，这内底有啊，啊下骹迄个厝这哦。这乌个面顶，这就是迄个海口腔，吼，海口腔的所在。啊，所以咱就要用E R E，吼，咱的数字往往拍会出来，咱的数字要把其他腔口往往拍会出来。OK， 咱来看这个字典哦，除只你拍汉字，你唔知要怎动，吼。什么意思？汉啊，你看汉啊，一个哇，所有的汉拢出来。哦，伊这拢我改做台语啊，这拢地图写拢台语啊，台语改出来，所有汉拢出来。你看伊收偌济哦。
汉兵、汉人的兵，汉式版汉全书。哦，所以咱若唔知要怎读的，用拍汉字，你我会晓拍嘛，来遮拍。哦，你要拍，你知影罗马字，唔知汉字的，会使，你袂使两个存在会使拍迄个罗马字的。哦，讲汉 HAN， 你爱拍数字条来。因为阮要转教育部的，所以你一个机器伫这书店去查，一定要拍数字条哦。哦，像讲即摆汉 ，OK， 有个汉，哦。因为伊汉字，罗马字通字尔嘛，伊拄则爱足济有无？汉字，迄个汉字啊，所有的汉拢出来。哦，你就知影讲汉第几条、第几声，什么意思？你可以用台语来学日语。用台语来学日语。台语学日语啊？靠，迄个做诶，我有4种语言、5种语言咧。哇，你问遐济哦？这正平才有一寡教学吼。有无？台语、客语、英语、日语、华语5种语言的教材。你食看觅，这伊讲的客语是伊晓客语哦，迄老小姐，结婚讲，我4、5种语言安尼哦，伊讲我这怎么会？这就是一个族群，要怎互你互相尊重语言，互相来学，了后你就会好势啊。你登录落来的迄个档案，你饲喇叭就是读日语，饲喇叭读的，有无？迄足侪喇叭有无？你甲饲落去就会读的。抜きます。pour out。跪起来。所以读日语嘛了，又去读。所以你若语言愈济，下届要做代志，会当做愈济代志。飲み物。Lacquerware。台语、华语，哦，你台语的汉字，也是华语汉字，也是罗马字甲拍的，伊就会出来哦。咱讲加工嘛吼，加工，爱出来华语会变工加啊，对无？啥物工加、子公鸡啊，伊这对照咱会出来嘛，罗马字拢出来，哦，每张查拢出来。所以人讲，咱的统治者过来种啊，骗讲咱台湾甲伊同文同族，这种。咱的语言是迄个自古伫头前，北京语是伫后壁。咱讲家，家了后是公的母的伫后壁，对。因是先公鸡、母鸡，咱查某查就是人，某就是male， 查某就是 female， 你知道？咱甲是颠倒反，即款的名足济，无共的足济，台风台，咱甲伊确实不同文不同族啦，毋好叫骗着，甲语言都无共的。佫因受阮州的统治的影响，京语本来汉文受伊的影响较足严重。咱台湾家财是伊遐甲伊无关系，无叫影响着。日本嘛无受伊的影响。所以讲要读汉诗、汉文、唐宋的诗，就爱用台语来读，用语来读才押韵，若无押韵。因这样自我感觉了后，讲伊做汉诗写的，伊是拢骗人的。大以前大家拢用迄个字典迄敢若用字查，但是后壁有例句等于就讲咱的迄个词。OK， 这共款，过来就是讲你要选啥会使选哦，你要用台语嘛会使选台语的我袂记讲的，照你要教的，你教就照了解就是台语出来。像我这个汉字。OK， 伊共款有标字，伊大写的时就是分音，若小写就是字音，分得清楚啦。
咱讲话我叫做基因哦，一般讲话，迄个变哦，伊遮有甲你分别大只甲小只。啊，后壁伊有即个白话字解说，遮就是伊的词啦，哦，伊本来敢若白话字尔，我遮有甲创汉字出来吼，所以你若迄个白话字扫无会使来看遮个汉字。转罗转汉罗，汉罗转转罗，有一个华语转台语是，你会使倒遮转。华语转台语，哇！你即下迄个华语拍咧，哦，啊你个什么的，伊就变风台。哦，这是台湾嘛吼，本来是台湾嘛，台湾是北京语嘛，哦，北京语的文章倒咧，你甲试落，甲什么的伊就是变台语出来，你规个文章甲倒。哦，不管哪哪，你一支电子档嘛，一定爱数字条啦吼。你若有罗马字的时阵，爱去用数字条，伊就安尼甲你转。啊，即个下面顶的思考，我拢无啥时间去甲update啦吼。恁若要爱家己创家己，伫这面顶啦无的，伊无法度增加有无？哦，遮无法度增加，你就是用原来有的。哦，啊，即摆你若去迄个甲下载即个落来吼。要有一个叫做，好无？台语转换工具卡下骹有一个离线作业板，即个你若下载落来做你的电脑，你就是永远会使用啦吼。我再创互你看，我这下载落来吼，啊，你就是讲，迄个思考你直直增加，拢有效的，随增加随有效。是。啊，即个事情咯，现拢讲，所有即摆面顶电脑有拢叫 Unicode， 拢往罗马啦。袂属以前什么大五马的，这个拢袂啊。无啊，即摆你所有的，就是拢你要翻到个啊。无迄个比克派 GV 迄个问题对啊。无，像即摆即个，你若转无过吼，就讲咱即摆凊彩摕一篇文章来啊。即摆就是汉罗，即摆出来汉罗嘛。哦，啊，你就去选迄个转罗的，叫一个汉罗转罗。伊迄内底有说明书啦，你等下再问咱就，即个。转，全部转换，我改罗马字。anyway， 就是讲你转无过，你会使做遮甲转，甲缩甲改。你转一改了，下改就永远就转会过啊。我都用心了，莫用数字。哦，你即个了后，你还甲创出来。你去迄个4万网站面顶有一个叫做，迄个台语 Unicode 的转换即个。所以这工具足侪哦，你拢会当去看。这个叫做台语 Unicode 的转码，数字甲转做迄个调号，哦，这个。什么？哦，即摆遐数字调号，伊就拢改做迄个 Unicode 调号啊，有无？你看。但我转无过，你爱去甲加，所以你用离线作业板，会当互你出分落直直加落，直直出。再甲试其他试个试甲伊出来，安尼嘛是办法。啊，完全试无的时，你就去查字典，还是去请教会晓的啦。哦，因为即个本条要把我个人我确实下足大的功夫。你莫讲无要紧。莫讲拢家己拢变调变甲遮水的，大个人老人叫我唱歌就是拢变调就水。哦，啊问题，啊你要怎去找伊个本调？好，我就则找啦。哦，啊其实台语有9条，你敢知？红啊，迄个红足济，张如哦，迄个字典内底收足济第9条的。哦，尤其外来语，哦，肯定有，肯就是拢第9条啦。啊，其实咱就要拍第9条，拍9，即个嘛会出来。哦，对，啊9个步是撇了则歹的，哦，9个步是撇的，哦，咱是安尼教的，第9条嘛拍会出来，你拍9，拍会出来，哦。主要是遮，互大家参考啦，啊，即个网站有倒位讲也袂对。线顶字典，啊，客语甲款有吼，恁若大家研会学客语的，客语新闻的头前台语改做客家，伊
伊就客去写嘛出来吼。砖瓦钢骨砖料。OK， 我小介绍这个网络面顶教学的迄个教材吼。这影音拢伫遮吼，台语的教育有关的是伫4个所在。迄个教学专区 ，OK， 这嘛英语的吼，你外国人要读迄个咧表示迄个基本的这有一个用英语解说啦，这个所在英语的，哦，13000几个人看，来学台语，嘛有华语版的吼，所以你就是讲各种版本的，当英语版、华语版，也拢有会当起来看卖。这个台湾的，这敢若是用哈佛大学理工教授编的迄个教材。你要甲人分享的，其实 Facebook 甲 YouTube。哈佛台语101，哈佛大学。你今嘛伫哈佛大学教材，我甲总结迄个。杨少辉牧师编一个小酒来学标语啦，迄学囡仔的上基础的吼，迄嘛袂歹。迄个就是讲伊有3本，一个是学生本、老师本，一个是游戏。你伊创101个算的游戏吼，来学台语就对啦。你若是讲要教孙仔吼，会使用的哦。我来看遮有。OK， 小酒来。第2单元，你爱食啥物？你爱食啥物？我爱食鱼仔。你爱食啥物？我爱食猪肉。英语我甲加落，这伫 YouTube 面顶，大家小姐要来买哦，我也受不了。其实原来册无英语啦，所以我都讲。新词，你，我，爱。食啥物？鱼仔、猪肉。过来下骹是专话，这个专话。咱下一集的这个李南明老师有写专门去写这个圣经读经的日期哦，会当来写，才有这汉罗鲁语版，就是汉字面顶罗马字的这个，这其实你这个登落来，Word内底甲我了有感觉，这即摆已经拢进步到。有哦，这大细可能爱小啊调。这是行高的。有泡无，我毋知，改甲怎啊？要一个600，这要去写哦，这要去写。你要试落了，伊会规个读互你听，这规个拢标字的咱若要看较大字Ctrl Plus 就较大字啊。这网络有一个好处，Ctrl Minus 就是较细字啊。你创啥？咱来了解，咱台语有汉字，有罗马字。咱不可否认，咱是活伫汉字的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尽量甲汉字，即摆就是无你标字无放真熬的啦。有啦，我就有迄个从无工头专拄则从迄个全罗版啦，分开啦，有全罗版啊。阮圣经嘛是有全罗版啊。我照你讲，上下骹讲即摆全面台语圣经，
这就是咱台湾人的台语，哦，毋是下门话，无治水爽约着歪啊，拢着啊，哦，啊，所以即摆即个阮网站嘛拢创好吼，你照这个拍 CTV 吼 ，CTV 就 Common Taiwanese Bible。OK， 全面台语圣经，只有各种版本，你选全罗、选汉罗、选汉罗语语，还是其他的以前原来巴结的遮，你都会当教。啊，轻简这就是迄个英语的，哦，你教袂了，哦，咱再来看诗篇第一篇，这你咧会使选啦吼，伊就三种版本互你读。哇，这边拢全标的字，啊，这边是汉罗，啊，这边是汉罗，里面佫加鲁语。啊，你这拢会当 copy 落来你的 Word 内底去用，copy 去用的。啊，咱读了有意见哦，麻烦你讲，反正都转来哦。阮了成立一个专门台语圣经协会，专门要来推动这个，要来出版这个圣经。明年3月底，3月29日，上个教会会举办新约故事篇箴言汉罗版会出版的教育礼拜，欢迎大家来参加。啊，这是迄个台湾基督教会设教150周年的纪念版。啊，10月最后一届的迄个结束以前，阮会出新旧约。阮计划是安尼哦，啊。基督徒嘛知影祈祷会替阮大祈祷啦吼，为着即个时间哦，阮即摆已经是足侪人咧投入遮的，啊主要是退休牧师是肖成牧师伊退休啊，讲我以前做牧师拢用迄个文化圣经，哦啊即摆咧，啊拄着我已经一直咧做，所以我咧学起来，啊即摆我足侪人有入道，所以咱的迄个协会设定在人是啥物？哦，咱有专业的迄个秘书，就是刘敏珍小姐，你小姐。即个雅歌箴言，哦，阮这主要就是讲去试看卖下来哦，啊，主要嘛要有教会外啦，因为这雅歌是爱情的文啊，啊，伊个箴言智慧文啊，啊，所以阮这会送汉罗语，所以你要读的是足方便。哦，阮下足是功夫，罗马字拢甲错较大，这罗马字袂比迄个汉字还难写。你无论你拍的时阵哦，因为汉字是全形，罗马字是半形。啊，所以拢会爱办字啊，阮拢一地去遐创，罗马字嘛足大的吼。啊，过来就是讲汉字较浅色，互你往参考。啊，罗马字你也嘛加足深色的。要读的时候，阮有遮个努力啦吼。敢若时间到吼，因为下一节咱说的，迄个李浪元老师毋知来，敢有啥问题？哦，恁有啥问题使问老小姐伊啦，我都回答会当，我会当用音乐。大家哦，啊共同即个台语，即个毋是讲干那教会，我去发表内像迄个主持啊，伊就出来讲即个台语就是毋是教会的权利，哦，是所有台湾人拢有责任，哦，啊，互当大家会当来读，哦，这是阮的愿望啦吼。啊，各讲一遍就是讲有趣味要投入这工作的人，欢迎来哦。尤其会晓白话字的，会晓白话字的人，就是讲阮这出来，阮就网络拜托大家教诲，小试读。会晓白话字的人吼，会晓台语的人试读个。喏，像咱住在遮的人，会晓知影讲这个汉字安怎读。200年前的人，大部分拢是青的啊，毋捌汉字啊，拢青的啊。敢若知影讲白话字安怎写啊？啊，为啥物咱就无知影讲汉字安怎读？啊，即摆问题咱就是，无啦，迄咱有传承落来，你别烦恼。啊，其实咱用汉字足济嘛，咱有咱的语言，咱是汉字来做咱的记号嘛。哦，咱无讲咱是汉字，是啦，咱是用嘢来，日本人嘛共款啊，用嘢来啊。啊，伊就是白个，一代传一代，这语言是一代传一代啊，袂转去啦。哦，啊。语言嘛，语言文语嘛，文是毋捌字啊，就是。伊是毋捌汉字，毋是毋捌字，是毋捌汉字，对啊，人伊就白话字，共我会当读啊。
伊传道书就知影汉字较歹学的，所以鲁迅就讲一句话，你 Google search 你要查看卖，汉字部妹这句字有几啊万的文章你看袂了，互我在去读地方主解就是主流罗马字。哦，这个问题就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啊！这个汉字确实伊的时代性已经过去啊，甲现代要 update， 伊无伫 update 啊，无伫更新啊，伊正早变做来叫当做读音的啊，吼、啊佚佗就写佚个图啊，啊动算的嘛，甲写咧动算啊，伊是对咱来足无好的代志啦，哦，啊咱是爱希望，当然汉字做网参考尔啦吼，啊无一定讲伊要安怎写就知个啦。啊，但是咱咧爱坚持讲咱的语言。